台湾的冷雾甲湿气，互中国以病虫害为理由禁止进口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早起伫立法院备询，讲到目前为止，中国拢也未来回应，也是希望中国会当伫9月30之前提供到防检的资料。虽然中国袂进口咱的水果，但是其他国家是真捧场哦。像这个日本进口咱的冷冻湿气，一年平均是5吨，今年阁会来到15吨。若往来1月到8月，就来进口到18000吨，破1万吨的大关。所以，陈吉仲讲，所落来的目标，就是要来降低到对单一市场的瓦靠，提升到冷链的技术，安尼才袂去互考到，才会当甲更较侪台湾水果销到世界各地。台湾的湿气交接芳甜，却伫中秋节和中国以有孤神为理由，宣布禁止进口台湾的湿气甲染雾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进前讲，若是中国伫9月30进前拢无回应，会甲 WTO 提起申诉。经过1礼拜，中国敢有回应？目前没有得到中国任何的回应，我们还是希望他9月30之前可以具体提供相关的防检疫的资讯。我们还是很乐意的。期待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回应。中国目前犹原点点，其实除了这摆湿气甲染雾，今年2月，中国嘛以同款的理由禁止进口往来。不过危机就是转机，颠倒予台湾拍开日本市场。2月底，中国也一样片面的暂停输入台湾的凤梨，结果我们卖到日本，今年就超过18000公吨。虽然台湾往来整体1月份到8月份的出口量是比去年减35%，干那29000多吨。不过这其中出口中国干那4028吨，是去年的1/10。日本有18000多吨，比去年成长7倍。头一摆有超过1万吨。那咧台湾的湿气，敢有这个机会卖去日本的市场？释迦呢，其实我们冷冻技术也已经准备好了，而且它是所谓的低温的冷冻，不用经过防检疫，所以我们现在呢要到台东地区，尽快的在产季，也就是12月以前，把这个冷链体系跟所有出口的 SOP 都建制起来。陈吉仲讲，目前拢有甲日本的大通路相对直接，就是希望讲降低台湾水果拢挖靠中国的单一市场，要找出另外一条通路。